廣府歇後語何其多，我係你哋嘅彪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廣府歇後語蒸生瓜神神地嘅典故。話說呢，啲瓜如果係未蒸熟嘅話，口感呢係神嘅，係呢一個神。喺粵語裏邊呢，佢同呢一個神係同音嘅。咁單人邊一個神嘅呢個神啊，佢原本係指一啲喺驅鬼儀式裏邊扮演神靈嘅兒童啊，佢哋呢通常都會表現出半癲半瘋咁嘅狀態，於是一語相關就衍生出蒸生瓜神神地呢個咁滑稽嘅歇後語啦。日常我哋如果見到有個人呢，佢表現出瘋瘋癲癲，講嘢語無倫次咁嘅狀態呢，就可以話佢蒸生瓜神神地嘅。你哋學到未呢？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